福晋好戏，海上大戏院。上海人民广播电台，各位听众，现在播送粤剧《西厢记》。《西厢记》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之一，粤剧《西厢记》就是根据这一名著改编的。它描写张弘和崔莺莺的爱情，反映了封建时代的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、进行勇敢斗争的故事。封建礼教剥夺了男女之间表达爱情的权利，造成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悲剧事件。《西厢记》中的张弘和崔莺莺，就是由于封建阀院门第观念而障碍了他们的幸福生活。《西厢记》暴露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，也表现了张弘和崔莺莺的反抗精神。崔莺莺由袁雪芬扮演，张弘由许玉兰扮演，崔夫人由张桂凤扮演，红娘由吕瑞英扮演。先请听惊艳。
请先生奉上备战。好，小事请。请。哎呀，那边好大一座花园，不知什么地方。哦，越发待我随喜随喜。啊，张先生请入。怎么样？哎，那便是去不得的。恰日为何？这里面之茶已不采香国的夫人和英英小姐，采香国家眷为不具官爷前来报杀去去。先生有所不知，只因相国去世，夫人与小姐无了领袖为尊，不领援军，路上不行，故而在日寄居寺中。哦，原来是此。夫人病人自家严禁，什么人都不能进去。红娘，小姐开了这门。是。哎呀，财夫女眷来了，遇上多余不利，再怎么好？哎，这张先生到这里来多一动，来吧，快来。万紫天翁好不一次，小姐来呀！只听到哩哩应声哇哇作。毕竟蔡家的小姐嘛，正是蔡家英英小姐。为哪位小娘子呢？那是小姐身边的侍女红娘。啊，张先生，我15岁要回来了，请先生奉上备茶。小子先进一步，小生再有进来。此先生就来。了啊！你猜你心尘封面，彩莲下品冰永边，教不要见过了半爱半全。
弟，你看这里的壁道花开得多鲜艳啊！我们这两次去好不好？是的。表弟，我们回去吧。老夫人之命打听在即，不知长老可在房间？我似乎正在床上呢。此次与老消失无联络。好啊，我正要被这些先生去接长老。此次先生请。这位小娘子去打听在即，小生动去不定。这次先引一步。先生，我稍备了。红娘子，快陪我来吧。是。小娘妻子人端上，见不见半月儿清光？方才是乘风引里花间事，此今在岳家中皆是郎，他言语巧，来往忙，聪明伶俐，不姓他。大概与杜金小弟同宽穷，万需要引进万女小美是的，这位小娘子去打听在即回来，必要从此经过。待小生再等他便是。
请问小娘子，该是侍奉英英小姐的侍女红娘妻呀？我便是吴老同门。啊，小生一句话啊，干什么？言此之间不可乱发，一日人儿遇力难拔，请说吧。这个，小生心脏明公是君人，并管西路人士，年方23岁，真的是其自己人，并不能辞妻。哎呀，再问你嘞，我又不是算命先生，要你的身份法是何用？啊，再问红娘亲，哎，你家小姐她可常常出来走走噻？出来点怎么样？夫人的草林边上，自家年纪较有方。三船三叉同志辈，葡萄不管谁中堂。天生有位亲我不老实实很端堂。从今再管无乱讲，从今也有当文的文，不当文的就不要无文。你要是无文啊，被老夫人文字你胡一谈，真是个书呆子。听说吧，心机长，一天举素眉肩上，红娘啊，你年纪小，心思高。为什么临着病上，小弟呀，你心中大举老宣导，你不该领去为对方，今生在都平头脸，难道我前世造了团对象？准备打1万岁，当西赞叹无千遍，道真最大。是的呀，我不免想你他，家不西厢分送一切，早晚也好再见一面，小姐一面，如何不可？对，就是这个主意。两姑，我到处找你都没有找着，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呀？行动，大半天你在什么地方？我在宝塔顶上问啥你？愁韵。
莫无此良宵，我的万事尽，这街亭八重树叶，在此英英小姐每夜必到花园烧香，且是今夜月把风起，他在日，我听您看过十分清楚也。怎么每年到了第3次香都没有完了？
陪红娘请你来做告吧。元宵的少配鸳鸯配一股，官司配有长元郎，风流人儿问个心玉小弟把年盆上，红娘须得完毕。啊，红娘，小弟你看今夜月色好不明朗哦。是啊，今夜有色好不明朗。红娘，老夫人命你去问长老，今日与老相公的好日，你倒是问了没有？我也问了，长老说2月15是周公之日，请老夫人小弟到大殿念香。啊，小弟，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。什么好笑的事？前天我去问再见的时候，碰见那是在国门口遇见的那个秀才，他见红娘深深意意，说：“小娘子不是莺莺小姐身边的红娘姐吗？”又说：“小生心上明公是君人，本官泄露人质，年方23岁，正月17日自日见生，并不忍娶妻。”哎呀，谁要你去问他了？哎呀，谁问他嘞？他往混杂小弟的名字是唱出来说说嘛，九娘好好的抢罢了一顿。你不抢把他也罢。世上竟有这样的傻瓜，我不抢把他，不晓得他还要是些什么疯话呢？红娘，你告诉过老夫人没有？还没有告诉老夫人。这些小事不对老夫人说也罢。红娘理会的。小弟，你看又到冬天，我们再摆一摆香吧。玉桂无限伤心事，尽在纷纷一叹中。哎呀，小弟为吾如此长叹，仔细想来，小姐之谈必欲速告，我不免以与花影为敌，告你且仔细看他这样。有山永永烟，花影切切残烟，似红林好风，不见有众人。天上就有人凝视啊，这声音如那个23岁不能细气的傻瓜呀！好心的意思啊！小弟，他认得好吗？兰桂分寂寞，无情多芳配，了得英宁家，英灵
坦白呀，表弟，你去屋子好跑步，你儿立勇当当，多少同情，你小命儿最不忘满足云云，我眼起庐山月影，他背着小梁来相迎。小弟啊，我无力无诉衷情，高将就到天明。小弟夜深了，他老夫人不过我们回去吧。家将蒙天闭门声，跪拜神要神去约定归路离同四经。长老辛苦了，儿郎，母亲在为娘来。长老，他是真的做完了吗？是啊。哎呀，长老，你多做一可不好吗？表弟，你和他爷爷没有定过。张先生，天色已明，你给为王安心，老岁爷别过了。什么？天亮了。爱杀女人
负责的无情人嘛，为只是为无情人嘛，对人要将谁家应有交集，却独家上不人，你对大家把四门就地，谁也不管成其他的话，这怎么好？这怎么好呢？好，拜托，你快去吩咐儿子人，得叫他们进修什么，你快去快去，是的，快去快去。这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你大先生，你看这怎么办？好，长老，这件事你托付老夫人才是。这个是什么？张先生，你往哪里去？小镇两院吧，还是高台。这，哎呀，哎呀，让我去禀告老夫人知道。长老，姊妹娃为我这样惊不喜绝骂夫人呐！老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，怎么了？我就要休将身边不大人无情人嘛，可是的这样要怎么样？要向英英小记住也老夫人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大佬，这次死我的了，可要保有小姐之态，女儿，母亲，我的娘啊！母亲切莫悲痛，儿想来，只将儿先于之人，才能保全家生命。儿家不万法之难，再婚之女，真正将儿先于之人，岂保我们两儿的家谱？母亲，事到之际莫再连再人，若将儿先及于之，一来免得太在老母亲，二来以免为点花灰尘，三来终身无事宁可办，四来先人邻居对我宁，那不来花到些子的人人，也把对才家与对亲，一因啥子的是非，血淋一代花颜人。切记自己，为将真正将日现在救命。
本是太平之举，儿岂肯真过人从于身？至今不就在两地，也罢。娘啊，三塔里何必命？两儿的死罪先不罪，你不能是老夫人。我不问过儿是谁，真实有高见，共杀一个太平之计，出此大难，也未可知。对。母亲，儿必有一计在手，儿有计。母亲，啥有才能太太这边？儿的愿与那英雄结为婚姻。对，再不能门当户对，到底为强子血雨成人。我的儿，母亲，这是他委屈你了，母亲。这才是现在也不得不发。我非心上那小儿为救西家，母亲手上拿的像两啊，与我不忘。你这话下去还是真的，有才能推得这病的，老身所知倒背壮烈，必将小女英英与他为妻。老身圣女，我也真还是神灯天在，是今上有人能推得这病的，老夫人这次倒背壮烈，将你因小姐与他为妻。来呀！你莫非有太平之计？真，哎呀，一家书生修不妻之力，怎能推得这病？哎，你不看，我子女小兵夫，情难追问。好，快来接过夫人。夫人，
这位秀才就是老孙的那个亲戚，他倒有特病之疾。先生有特病之疾，夫人，方才听长老当众小谕夫人之意，小僧女还是身着同在为难之中，故了原先特病之疾。多谢先生仁义。刚才长老师傅有人能推得这病的，请要将小女莹莹与他为妻。夫人言出之善，小僧义不容辞，此但请放心。长老过来，先生有吩咐，此太爷先要接种长老。这，哎呀，老僧爷们怎能推得这病？长老不必惊慌，去到中律之上，小女责任。其实夫人言道，小姐小我在身，道长功德圆满，宋将军只怕与众不利，请教神老暂退一剑之力，三日之余功德圆满，小姐完了节目，方能终于将。哎呀，三个字有道是哦。好夫人不必着急，小僧有一故意，心多名强，号称把马将军，统领3万大军，征西不管。他的小僧800之将，一封书去救兵别来。老夫人说得把马将军进来，我就一个生地府，夫人但请放心。多谢先生。当要了，先生你快写书。书吗？早修好了。好，我去10月出将知道。红娘，快陪小弟回房歇歇去吧。是母亲。是啊，小弟此但请放心，回房歇歇去吧。小弟到困他不成？红娘真难为他呀。好了，好了，夫人，这将固然退了一箭之题。长老，你快差人下书才是。此事教育老身夫人放心。一封书去救兵别来，夫人你放心才是。多谢先生，老身别过了。好，火老，来，长老，快差牺牲担大之人先去下书。好，我之下有一对儿名唤为名，他最有胆力。就是他心情古怪，非要用言语激动他才肯去的。好，长老放心，小僧只能教他先去。好，先生你快带我来。好吧。赖婚。红娘子，张先生、老夫人等着你快来吧。红娘子，今日夫人想起为别的客人吗？不听家长不为听，不知人情的忠贞，今日言语不必他，听贵人无言当上批评。哎呀，想不到张公引起。张先生，你为什么看在地下的时光走来走去呀？小僧客中少一面情侣，所以下日的时光，稍稍我的衣冠全在身体上。原来是他来为
是我啊！一光郁郁挖到苍蝇，一酸绿绿酸到牙根。哎，不必，小生看着没有一些听力，这样可以见老夫人呢。那怕什么？你可以公举将来，一两关功劳是红绫。今日小弟心中十分真正总是为你先生胸膛有8万兵啊！红娘，张先生来了没有？张先生来了，张先生你请坐。张先生，上公拜见父先生少礼，老身也有一份。这干啥？现在咱比张先生也有精神，我一家姓名皆先生所问。今日2位校长，第一位保利2表先生，王先生莫言轻慢。收了自白，见夫人我过，已过去了，不必告辞。张先生请坐。好，请。红娘看酒来。请张先生莫言慈悲。张在此不敢辞，上公拜你。红娘，去请小弟出来与张先生迎礼。小妹，小弟老夫人请你出来迎礼你。大伯子张金元，他非常多，非人们才在关注。小弟夸劲儿吧，张生来了，不问得了。他在想，别说堂下瓦上我，委屈张生。现在这样当扮，有闲的脸儿太难的哭了。半壁红娘虽如素，当着人心去开悟。小弟，张生今日见了你，他心里不晓得要怎样夸我你。红娘难逃非，他枉为相思。小弟又为马过来，只请老夫人把你们认罪了。我是张生，这是小弟你呀，红娘啊，红娘，今日此夜难道就算张生和我的？可不就是你们的合伙年交白罪吗？母亲那里也不该把两半知道。
罢了。请上先生上座。不，小生理当自立，应该有夫人在身，闹不得过，公瑾不是同名啊。请先生上座。儿啊，今夜了，母亲，怕上街罢了，哥哥。呀，这信息不得了，我娘变了罢了。从今以后，你们是同胞兄妹，一般情谊。哎呀，这样子情况太灵验。莫听听分分数，只见他不恨不痛低头走，看孙子过的是拉不住，金山才妹妹为姑姑。今儿既然心儿苦，我们去娃儿买青葱，上孙子也模糊，恰背在眼里做什么啊？红娘醉酒了，儿啊，怕上天与你哥哥把责。儿啊，怕上天与你哥哥把责，他其实也不想这乐意进步。他气俩最好是下出了内裤，心上地水莫因是非。小生良善。红娘是了辈子，儿啊，若不是你兄长相救，哪有你的我命？你一定要尽你哥哥一辈。了今日平川人口难长家，母亲啊，你害了人民万路苦。红娘，把酒敬上。哎，小生真是股良善。小弟这烦恼深深得了。今晚那万一苦，他的是居于思量真难熬，我有心想把送上书，正在母亲的旁边走，上身啊你无怨我明白，令我从此只怕天涯路。上先生，从今你我以为亲戚，实是可惜。请上先生莫因是非。直到他脸上笑呼呼，我知他来在地上，他必须
小生醉了，告辞。姐妹不公，夫人跟前，小生有句话说，先生请讲。现在沈飞府位置了庙门，边在仓促，夫人身上无能无人，能派他兵丁，就将英英小姐视他为妻，是有这句话吗？有啊，当时之间是谁听说？是先生。是谁修了书信，请来把马将军陪恰着？先生有我名字哎，正乃谢相国的人。夫人亲自结聘结位，既是小生所做，夫人你该真心谢业，应将小姐许与小生，为会兄妹相称。张先生，小女终身谢相国的人。现在已经去了老身的内日陪啊！现在他有事到来，这接着就到。要是他来了，叫老身无以为对。哦，原来夫人是这股此意。请问夫人，要是把马将军不来，沈地府公然无礼，请问小姐是我得派的领着才呀？张先生，至今我情愿都已经不相得，若先生另聘高门，则为两别。夫人，现在小生听声出，喜为团你的前来来的。你好笑量张公，好，告辞。先生不必如此。先生，你我既结为亲戚，就请先生一日西下，以便喜图报答。红娘，红娘，张先生醉了，快送张先生到书房安息去吧。是。明日别有话生。张先生，你少喝一杯不是好吗？哎呀，红娘子一夜无度，我喝什么酒来？小生之间小姐之语，非情忘山，谁高不得别人，且瞒不过你。现在小生这封书并不知道，可是你家夫人堂堂一品大军，金口玉言，甚至当面许下婚姻。这不仅因我二人听见，你来看，两郎有书法深入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和天菩萨都听见的。是今你家夫人会变卦，是小生心灵祈求，更不别路。我走在你红娘姐跟前啊，定过是人了吧？先什么话？夫人预言在先，事情反悔了。我是先生听了生气，虽是我红娘听了，也是替先生不平。红娘姐，既不明之意，何以教我？我是对你说，今日之事都是夫人独知，小姐是未必一般心思。也罢，对红娘请你想过法儿，是你与小姐一同情诉。这豆娘姐如此，小生生死不忘。赖简。
小弟，你看，是子上的乌鸦都快哭了，池塘里的鸭子也在停了，时日不早了，今天晚上要不要烧香？姑娘，你看这两叶迢迢，真是烧香的美女。门路子堂放在阳阳里迎皮呀，两叶迢迢一一不停下好运哇。这正是烧香的时日，故而早把香文摆好了。小弟，你去做什么？我看看这门整好了没有呀？整好了吗？小弟，我好像听见外面有人听我们说话，怎么得去看看去？哎呀，哎，红娘子，放心上。哎，我问你，小弟来了没有？小弟倒是来了。我问你，真的是小弟他也没来的吗？哎，小弟那是才姊妹的说。哎呀，你放轻声一点。怎么？他在那边站着呢。你快去吧。好。哎，慢点，你不要从闺女们进去，怕小弟疑心是我来带你的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他不是叫你跳响吗？跳响？哎，那你跳吧。哎，红娘子，哎。小弟，我出门来往都看过了，连一个人影子都没有。哦，没有嘛。红娘本是真奇怪，莫非她已将机关家？要是她，哎呀！在母亲四大尊分哈，谁呀？小弟，是我啊！张吩咐你呀？哎呀，张三红娘在这里呢，我在九门外已经检查了。孤断红娘已明白。表弟，小弟的朋友，你的大作是要来的。哎呀，张三红娘是要来的，你快走吧。哎，小弟，是你叫我来的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表弟。红娘，红娘，哎，红娘，小弟做什么呀？哎呀，红娘，我好好的在这里烧香，忽然有个在挑姑娘来，你快替我把她轰了出去。花园里我有谁？带红娘来看看。哎呀，这在哪里呀？在哪里呀？红娘子，是我。哦，我是花园里哪里我有谁？小弟不要紧，这是一个熟人。不要我谁？这难道还有孙弟说的吗？小弟，你也认识的？对呀，是张生啊。哦，不管张生离生，快与我把他背了下去。带到哪里去？老夫人那里去？哎呀，带到老夫人那里，不是要忘了他的名声吗？哦，小弟，给红娘请你来吃饭吧。张生，过
跪下，跪下呀！长生，我来问你，是谁叫你跳墙过来的？谁？跳墙过来做什么？谁呀？夸谁呀？别长生！小娘子分花莫花，要带你再去种大花，带你再用海洋针，带着你十担天来爬，你黑夜里藏进山家，不当你坚定，当你才来拿。长生，你知道空生之事对他周公之礼，为什么黑夜里跳过墙来？是谁叫你来的？红娘，哎，你与他都讲些什么？还不与我把他带了下去？小姐，看在红娘的份上，就饶了他吧。看在你的份上，今生大恩早晚必报，如今几位兄妹若有生此心，万一被我母亲的事，今生我已是恶。尽看红娘问上，大姑你最少，下次不可。起来。你总该死心塌地了吧？来么看表一看千金家，等待他本场同居3年光。张先生，哎呀，张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我误你为此亡事吧。闹简。教退我，只是叫我怎管把他当面教育小姐。不认熟悉呀，一来不认好人，甚至困着难得熟悉。小姐用过点心没有？万一此次小姐你先熟悉，给红娘到私下拿点心去。啊，红娘啊，老夫人在做什么？哦，老夫人在教火朗读书。红娘，小姐。这半天不见你的影儿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到水乡去了。哦，好，小姐，你熟悉吧？我去拿点心去。我有什么心情熟悉哦？
哎呀，张飞啊，张飞，你也太大意了！上身不敬，祭祀世界，叫人看了不胜感慨。我要扶他一些，又恐被人知晓；把不扶他，又叫人给谁不晓？哎呀，这边怎么好你？相思恨转天，难把要进路。落日与风尘，芳心爱一途。此情不苦味，上与何须多？莫比与瓦米，铁莲花影中。红娘，哎，小姐，过来，过来呀！红娘，我来问你，这东西是哪里来的？才官被诈骗挑进来戏弄于我，我什么时有见惯这样的东西？我要告诉老夫人去，不打下你的下本子来。小姐。小弟叫我去看他，他在叫我带来的。小弟不叫我去看他，不过问他去讨来吗？我又不识字，知道他里面写些什么。好，小弟不用闹，给红娘到老夫人跟前出手去。红娘，你到老夫人跟前出手哪个啊？出手张生啊？啊，红娘，我就让你玩的呀。被老夫人知道了，不要当下我的下本子嘞。啊，老夫人管你是因我听你说话不放肆的。我有小弟以为要告诉老夫人当下我的下本子，以为倒又听我说话了呀。红娘，你尽力说话就发不知轻重了，都是叫小弟把我闹糊涂了。啊，红娘，过去的事也不必再去理他了。
我万不能问你，你今早到西厢去，那张生他到底怎样了？我不是。哎呀，你是？不是。啊，你是呀？哎呀，小姐，那张生是在真来看，他不是他玩他动弹。他当真记得那个样儿吗？也该经过太医与他看看真儿啊。你道他生什么病嘞？什么？他这是谁苦把家计盼，因此得比亲又旁看，咋要将性命在岸边，此地小姐举苦举难。红娘，他这种胡言乱语，你下次许再向我来提。幸亏你的再问，要叫别人听见了，成什么话呢？小姐，你叫我去看他。哎呀，我叫你去看他，是兄妹之间有别意呀。哎呀，小姐，张生他愿意和小姐做兄妹吗？咋不是老夫人失了棍又拉，人家管这样生，管这样想嘛？虽是我家亏负了他，他也不该如此。哎，罢了，等我这个剑条去慰藉了他，也就是了。小姐，哎呀，小姐，你这是写什么嘞？这样不是要害了他吗？红娘，你不知道，我啥不小心慰藉了他，又不是要闹出什么事来呢？小姐，哎呀，小姐，你这是何苦呢？红娘，你去对他说，小姐要你去看他是兄妹之礼，叫他再也不要胡思乱想，以后在外一定要告诉老夫人知道。红娘，就是连你也脱不了关系，哪去？不去，快哪去？我干嘛去？这小丫头好没有分晓。小姐呀，小姐，你这个心儿往哪里去啊？不是你情在里三万到底，龙娘与三官担在风险，在身边巧女花颜，在地里的是美苦怜，你看他龙龟不好心啊，断不提肩。我要是不去吧，又是我为熬他。这是张生王等等我的为话，父母娘不在，就到书房走走，走吧。红娘子来了，红娘子，请进来见。张先生，红娘子，此定怎么样了？
你还要问你，不要傻了，不解释了，不解释了。小姐她闹了。小姐怎样会闹呢？这都是你红娘子不肯用心啊！啊，是我不肯用心。哎呀，张先生，天在头上你。什么？你那个剪贴儿写得好啊！在院里先生面前，真正我红娘为嘛？那不快小姐素相恋，今朝先生就完了。从今后相会少见面啦，传先生的早晨过走来很大。红娘亲，张先生再也不必申诉你的地步了，可小姐婚我要为师。红娘弟，你不能走，你要是走了，会再替小生出事。张先生，我管不了你们的事了。红娘亲，可是张先生，你是个读书之人，岂不明理？为了你那个钱皮儿，小姐是他那本事打我了，你还要来管我？红娘亲，为了你恩情难忘，前些儿我比我才谈。红娘亲，你只要听我讲个法儿才是啊！我这条命牵在你的心里，红娘亲，你要记住我的命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怎么了？红娘亲。经不起他的娃儿独生啊，好叫母子独生难。红娘亲，哎呀，我没来由你只管我他去问这里什么？小姐为心在这里，你自己看去。我是一个牺牲啊！红娘子，这小姐的书你应该早点通知我，小生可以接待，接待不接放小姐死在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小姐骂我都是假的呀，假的！你可晓得书中之意？书中之意呀，这书中之意怎么样？今天晚上，小姐让我到花园相会。我却不信。信不信那有你呀？张先生，这上面这写什么？书上有五言四句：北月西厢下，迎风无半开。干娘花影动啊，你是女人来。张先生，你不要念了，快解给我听吧。好，北月西厢下，是要小生约上前去。迎风半开是小姐开门等你，干将花影路是叫小生跳过下去。跳下？你是有人来，那就是小生来了。怎过这样接？不是这样接，红娘子，那么你是该这样接。张先生，怎过这样接？小生那是猜是非的作家，难道这4句诗为猜错吗？好一个小姐，原来你令我红娘都瞒过了。既然见几度的瞒过语言，好小的心里儿这样刁钻，看几日真好挑选，挑东娘与红娘两不相关，挑也有你，不挑也有你，你们的事我都不管。红娘子，小姐呀，小姐，我看你今夜是我瞒过我红娘啊。哎呀，今晚此事好不叫人高兴啊！这是挑奖。像我这样挑呢？
向我挑拣。那日我非挑不可，小贼非挑不可啊，非挑不可啊。季芳。我放在梦想自当我见人，今日姑娘当人儿难亲近，夜夜里自他来了。听说张生平中请了太医与他了事，想他定是为了建业花园之事以弃人命。哎呀，张生啊张生，你这样个聪明人啊，怎么还不知道我的心事啊？你拿我太不幸，可知道我心中多少难讲什么我他今非，想当日他曾见我女儿的心，我妻人报待他最苦最心，也是在医院把被我难安睡，给我挂肚牵他的一片情。从来是心间是苦开金房，难道是我怕是与他如此分？太红娘不在身边，我不听
小跳去到西厢，快往上飞。我把你兄妹子弟是太平。小弟，你要到哪里去？王总好不门人想出去打一位。小弟，我和你人是混人，想着也累，不人好人。我把别人去想着想想的，你得去这一位吧。哎呀，我娘，你问我做什么嘞？让我一步踩关门，为别家婴儿不离身。这不关我娘的事，这是老夫人吩咐我这样子儿女的呀。他母亲只管得紧，小妹想可不是得劲。小姐，你不要冤屈我娘，红娘是觉得你的亲子的。小姐，长上的病你知道吗？亲死了，不是请了太医与他调治了吗？亲是亲了，只是他今天的病越发厉害了。什么？他已经三米不定，只剩下一口气了啊！红爷，家令万事喜临门啊，万岁在大家祭地。要办了好事，想是真，了恰天去一段情。红娘，小姐，我这里有一个好一方啊，你去送玉上身吧。什么好药方？小姐你又来了。上次你叫我送过简体儿，谁爱得他一定浪荡。此今又送什么好药方儿？小姐，你不是叫我去送他的命吗？红娘，这药方是救命的呀。小姐，你哄了我娘不要紧，长生是经不起再哄的了。红娘，你不懂得呀心。这药方正在他的身后呢，今晚就不哄你快去吧。小姐，啊，好弟弟，救人要尽快去吧。红娘，老夫人来了。母亲来了。啊，老夫人来了。见过母亲。老罢了。老夫人请坐。红娘，明你去探望张先生，你去过没有？我还不认识你。这就去吧。是。啊，红娘。啊。你对张先生说，叫他安心信仰。这一夜之弊是由我家担待，就算我母女赶着前去探望于他。是。是啦。
女儿，为娘在叫你呢。啊，母亲。想上身当然曾救过我的家性命，如今病在咳中，我母女实不认问于他，岂不被旁人带累？母亲实在就是。是啦，为娘见你这些事来，好像闷闷不乐。而有什么不快之事，我不得为娘一讲。啊，母亲。孩儿还不是与往常一样吗？并无什么不快之事。唉，自从你弟弟去世，一家三口孤孤单单，寄居不动，也难怪女儿心中委屈。如今这盼你陈哥哥早日到来，见我母女不领为尊，不领远穷。一句两遍，已了却为娘一桩心事。儿在想什么？啊，孩儿不曾想什么。本该叫红娘陪着我儿去野山野山，怎奈我母女手下俱伤，比不得当初。我儿一向小人，自然也觉得为娘之意。天色不早，为娘要回往重庆去了，我儿早些安息吧。送过母亲，免送。唉，真是世途心上重，爱恋不觉谁。连女儿不吃也不曾恰人你翻雨风雨，想上身为上身，修什么会忠心？想上身为上身，修什么情爱排名？我在女儿间，哎呀，太阴阴啊，太阴阴！凡事你理应该当机而行。到底叫我怎么去你？今夜晚这件事是难到了哎，等娘回来再和我商量吧。原来他自我的请我红娘下，他那里子领我他相思呀，
君，你我30吧，我要再去了。怎么？小姐要去谁吗？小姐，那你什么时候起来？大丫头，睡下了自然天亮再起来。哎呀，小姐，那你怎么好去谁呀？你是我发福哪人？什么哪人？小姐，你这是何苦啊？你把我住在苦中，你把我红娘上起哄，你不给顾我红娘心一片，你不给鸡翅三番龙三通。小姐呀，你是一位儿马，一位儿狗，一位儿花，一位儿空。上身是一半儿相思，他一半儿一半儿痴迷，一半儿疯。你明明压了张君才，你为什么今番叫他落空？哎呀，好弟弟，小弟啊，你莫怕手，莫惊恐，我保管你风不拆，草不动，春不为人心中。凡事都有红娘在，你怕什么西厢歌万重？是吧？小弟怕什么罪呢？只了我红娘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。小弟，叫红娘替你来梳洗梳洗吧。小弟，这样吧。你闭上了2个眼睛，与我娘送你去，你什么都不用管了。是吧？哎呀，谁叫你送牙房的？没有法子呀，快走吧。小弟，你到哪里去？孔我家小弟真是识得难，这2条腿恰是圆的。烤红。
了，在我看，自喜自得家不开。这几个皆因夜女花会人死地上，在要死体态与往来皆有不同，这叫人为救回家。倘若有个好的，我一面时候下得来。我问过火了，火了，哎，来啊，母亲，你唤我做什么？火了，哎，这几日见你弟弟做些什么正事？没有看见弟弟做正事，倒老是看见他到花园里去烧香。哎，烧香乃是一件好事，为何这样讲话？母亲，你不知道。前天晚上母亲都在这了，我还看见弟弟同娘到花园里去烧香，烧到半夜还没有回来。火了，哎，你这话是真的？是我看见的嘛。火了，哎，你快去叫红娘来。哦。为了在子的终身大事。天天叫人提心吊胆，要是真的做出什么事来，叫我还有什么颜面去见相国与地下？果儿满子做什么？老夫人唤我做什么？母亲知道你每天为弟弟到花园里去烧香，是就要问你。相夫人一向疑心很多，莫非已识破谁相之事？哎呀，他这要是这样拷问起我来，叫我与怎样为罢？哎，红娘啊红娘，你且不要惊慌，先去见过再说。红娘拜见老夫人。小弟弟，你还不跪下？母亲，你怎么了？不要你滚，快去吃下吧来。你还不跪下？老夫人，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跪下？下去。红娘，你自在吗？红娘不自在呀。小弟弟，你还滚强噻！我家里陪小弟迎接做事，再要你迎着他无影乱之，他将去还有来还是结束，免得不同家法你小命男女。小弟弟，谁叫你半夜三更我小弟到花园里去的？哎呀，不认识呀。你还不识家？红娘只有不管其心，是谁前来？我郎前来，你不识我打死你这小弟弟！哎呀，老夫人啊，夫人不要损了贵手，红娘是家。红娘那个与小弟怎么样？也如是听了真岁，听了真羞干什么？我与小
么？他的姑姑临一句，叫到西厢去玩你们去了没有？不等我的言语，你们倒失望为我什么？我们就是问我有什么好说的呢？你们去问我上身这些什么？他的夫人家当作头，今叫小生在官袍上去监狱。有你怎么样？有的是没有在小的人你还不怕生？他的红娘先生，李先生，我也晓得你。小小的传接落。你在晓得的，他如果女儿家佛爷在给，你叫他乱做什么？哎呀，我也不晓得叫他乱做什么。又怎么样？事情到这里嘛就完了，哪有许多的意晓得人你还不怕生？不生。在上楼上头，早已成阳王宫儿。真配气死我！常言道雨大不松楼，其间无比苦在居。夫人啊，你的房子是铁房子，的怕须是铁怕须。已经多久了？红娘夫人把菜药急，药雨来早已心已凉，心头。天哪！我堂堂相国府，竟为吃了这种策划如厕的事。在我把这金手拿到官府去，老夫人，你去告谁？去告张谁？这事怨不得张生，也有那个不是兄弟姐人，也怨不得小姐。都是你这个小姐人。哎呀，这是你家的事，哪里怨得到我红娘呢？知道有人来，这都怨，有哪个？都怨你老夫人。你这个死丫头，怎么倒反着怨我？夫人在高道官府，夫人身上便有3个不是。我怎么倒有3个不是？我问你这也，想当日君为普救之，夫人面对3不慎中许下了婚字，至今许了又拉，再生出许多子弟来。他高道官府，夫人岂不要翻过言而负新的名声吗？这儿你，夫人既然拉了婚姻，就不该再将张生留子谁家，这才是冤狱狂夫，这才欺骗。他高道官府，夫人更有过自家不念事故。这三，夫人在高道官府官府上问，这万事之人是在家的小姐。老夫人，
你又该怎样回答嘞？岂不是说没了老相公的家事？是啊，凡事要三思而行，不可操持。这事难道罢了不成？事情已到这个地步，只怕吧也由不得你老夫人，不罢也由不得你老夫人了。红娘，此事一你之间呢？在你红娘之间，不是谁人小姑成结美事，把小弟虚上身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这丫头夜夜当头心疼，大家老辈为了难，我咱家隐隐许了张中人。他怕一心与我家陪，我在家掌声送过去未必是小姑们心同是谁。全家亲自许张飞，他中邻居问声，老夫人，红娘回去了。小弟人还不起来，多谢老夫人，去叫小弟来。是。有请小弟，红娘，小弟谁想事发了？老夫人方才拷问了红娘本人，她的寡丈儿这是滴溜溜地在红娘身上打转。对呀，红娘你受了委屈了。还好，都叫我这过去了。小弟，不请老夫人叫你，叫我吗？老夫人愿意要把你许配当真了。哎呀，红娘事到如今，怎么好意思去见母亲呢？你又来了，自己娘的跟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快去吧。见过母亲。母亲。我的儿离别人妻，这都是我的孽障，我有冤债在来。红娘，与我还那个禽兽些来。还哪个啊？张飞。张先生快来。红娘子，跟小姐还我啊！哎呦，你倒真往好的方面想。告诉你，谁想事发了，老夫人叫你去。哎呀，小水网红，你去个早改点吧。事情大了，走改不了，你快去吧。我怎么好意思见老夫人呢？你看你，现在挑香的胆子有多大，事情的胆子有多小。告诉你，老夫人要把小弟许配你了，叫你去见丈母娘去。真的吗？谁哄你来，快来吧。参见老夫人。好一个宝呀秀才！我好一留你继续西厢，你竟会做出这种非礼之事，
本来我送你到官，有空说没了相国的家风，没奈何我只有把莹莹许你为妻啊！参见我，这一位总算成功了。但是有一件，哪一件？我将三思不照怕一女性，明日离我上京应试去，得归回来再与我儿成亲。杀不得过，你休要来见我母女。红娘，吩咐正在粗粮安排酒府，明日在这里当地上一杯酒。是啦，再为娘进去。最后，请听长亭。不得过，是要去找回来的呀。小生李为东流的雪，心。
我这里请来有心病随机，你恰是金榜无名死不归啊，今日此言当尽心，但管未来荣耀起，不但管未来陪伴你。红娘，不信表弟认错。表弟，老夫能请你认错。表弟，那么你先回去吧，你先上马吧。这辈子怕真错啊！是吧？是吧？两天人间烦恼的，他在哪里？人间烦恼，天兄弟，因为30多的大家落死在各位听众，以上播送的是越剧《西厢记》